经过昨天的抢救跟昨天晚上连夜的一个灌浆以后，目前整个基地的一个状况跟基地外是已经达到稳定一个情形。那所以我们今天跟明天等于大概2到3天的时间，还是会再继续灌浆补强的一个作业。同时，今天我们还请技师工会针对房屋的结构再去做一个整个的一个检查。那监测仪器的部分我会持续观测。目前为止到昨天晚上以前，房屋的结构是初步稳定的，还有监测仪器也是稳定的，没有问题。我们今天早上会再整个检视一次。房屋受损的部分，初步经过工会的一个勘验，是目前结构是还算安全的，无虞的。在抢救的过程中有什么消耗能力或者是所以我们现在除了刚才抢救之外，重点再来一些复原的工作，包括抢救的过程中一些水电瓦斯要先断水断电，瓦斯要先断气。那目前一样，刚才我在灌浆的作业中，大家讲为什么2到3天，包括有一些管线复原的作业，也是在这2到3天。除了瓦斯今天早上已经完成之外，在自来水，我们也希望它今天能够自来水能够接管回去完成。那台电的最后的一个管线的一个检查，无疑的话，以及路面的一个水沟排水污水，我们这2天到3天的时间，就会把它做一个复原的一个作业。所以在现场会造成连续壁就是底下4.5米的地方，连续壁有缺陷有破洞，那从那边流沙流水，那这个在昨天我们就已经先处置起来，包括昨天的灌浆已经先把它稳定，后续我们会把它做一个补强的一个灌浆，所以为什么要到2到3天的时间，包括抢救跟复原的一个作业？施工是从地面上由机器往下挖，是没办法目视看得到的，那所以它有可能隐含地下的一个不利的状况，一些包泥夹泥。贴着这个我们的地的一个端盘，所以有可能会有这种状况。那这种都是等于是地下施工的一个风险的一个可能存在的一个风险。因为民众其实蛮担心的，就是说，就算你们整个修复完之后，我们这个柱架还能记得好。我想问一下，后续真的修复完还会不会有一些问题？所以我刚才已经讲过漏水跟初步的抢救到今天实战时间是稳定的。我们为什么需要到2到3天的时间去做补强的灌浆？就是要确定住户底下的房屋的地基是已经完全固死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持续的在做一个水泥强化的一个固结灌浆，包括刚才讲漏水点的一个补强的一个灌浆，都会在这2到3天里面完成。地的施工，尤其端板的接缝是存在着我刚才讲的地下的一个风险。所以有遇到这个风险发生的时候，就是赶快做一个紧急的抢修，把损害降到最低。厂商是坦诚疏失，因为这个是本来就有可能存在的一个风险。对，营造厂商的这个建商的营造厂商，建筑法是开罚先第一个先初步的9万，那当然重点还是在住户的一个损害的赔偿，该赔偿的还是要赔偿。9万的部分就是影响公共安全，就先开罚9万，勒令停工。